我们8点档这个华视连续剧《艋舺耀辉》的男主角，他那句口头禅大家还记得吗？我细声讲是跟你参详，那是大声讲就是要跟你处理啊啦！我们来欢迎黄文馨以及傅威。 以前看他唱歌啊，以为他是个文弱书生，今天站在旁边才知道，哟，有肌肉的呢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啊，冰冰姐给你假豆腐，我真欢喜，你也就尴尬。别，尽量真的很棒哎！你平常有练身体吗？有在健身。你健身房哦？健身房。哇，你看，大家看看，他有胸肌，你看腹肌，哇，小腿肌，真的。 小腿肌啊，小腿肌哦。那演戏跟唱歌有什么不一样？当然，唱歌是我从小到大就是一直的一个兴趣。那演戏当然是相对比较生疏啦。是的，所以演戏会不会耶？你那个口头禅，当我看到预告片的时候，我就爱上你了耶！真的吗？真的，要不要再听一次？要不要再听一次？本尊，你甲同安尼叽叫啊？你是捌看过查甫的呀？你叽叫，你讲，等下若无大声拍婆啊，伊就甲你讲这句，预备。细声是跟你参详，大声就要来处理啊！哦哟，也是人哦，我看你的感情哦，但是侯一梅很高兴哎，很爽哦。嘿啊，很爽，爽到的感觉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对吼，我们变了。哎呦，未来吼，人家邀请你去迄个表演呐，还是去迄个西餐厅做主唱啊吼，即摆人客人唔入来。 我叫你入来是跟你参详，唔入来我就跟你处理啊。安尼我应该会用提报哦。我啦，真的是非常厉害哈，演什么像什么。哎，黄文先生，我今麦真足给你看哈，我第一次看你跟现在你演到足多，你知不？真的吗？真的哦，好像人越红就会越演到，对吧？各位乡亲唔刚强。哎，只要袂歹，后来。 其实我觉得他才13岁嘛，13岁。其实我觉得那个他的未来性还蛮对，蛮强的。而且他唱的就是还蛮稳，而且又很有层次跟感情。可是我要在这边，就给一个我觉得的建议啦。我觉得，我觉得你可以再慢慢去把这个台语的部分，因为你唱台语还是以传统的感觉为主。我觉得可以再让他唱法咬字更台语一点，也不是就是更新一点的感觉，对，突破这个界。 突破那个江蕙啦，或者黄以玲啊，是，一般就什么孙淑妹啊，一般的唱法，因为你还年轻，有新一代的啊，对。但是国语常会有那种讲话不清楚的，不是你说什么那一种，台语要这样子唱吗？是不用，不需要，不可以有新的方法。因为像我在唱的方式，我就会用比较新的方法。来唱一下。像我如果唱我专辑里面《三心两意》，我唱了 OK， 正常来讲是我不应该，正常是这样。可是我唱是我不应该把你混心。哇，100分。对，比较有点国语流行的那个感觉唱法。是啊 ，R&B 的 feel 哎。